其實香港係好適合做呢個推動嘅工作嘅，尤其是本身我哋中西文化嘅交匯啦，我哋有一個良好嘅金融系統啦，有一個健全嘅法制啦，有好嘅專業配套啦，正就係符合做我哋呢個碳中和嘅服務嘅。於大灣區建立綠色嘅人才庫，進軍全球市值3萬億嘅美金嘅碳市場，提供碳排放同埋解決方法，開拓可持續發展嘅新市場，為香港多元化嘅企業注入新動力。事實上咧，我哋知道我哋香港本身咧就係有呢個2050年之前要達到碳中和嘅目標，而我哋國家咧就係3060嘅雙碳目標。咁喺呢一個嘅進程當中咧，其實需要大量嘅綠色嘅資金去支持呢個經濟綠色轉型。我哋籌備，直到我哋去揾到好多嘅唔同嘅資源翻嚟咧，所以有我哋今日嘅理事嘅班底同我哋嘅架構係非常之感恩。